这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用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爱你啊，青春献予你。想你啊，永远是原地。离开你啊，我无奈。离开你啊，真悲哀。如今只好将咱静静淡落大海。玲玲，看起少年姑娘，敢是无甲天生联络呢？啊是哪进行调查，靠我都找着天生，伊到底什么所在啊？段情师傅敢是有讲，昌良一出了封地，我相信伊一定有发现，所以恁只要去斟酌段情师傅的行为，以后再去做拍摄。是。帅哥，你已经练功完成出关啊？安怎？最近练功练了如何？无啥日子，我的武功进步真慢。哎呀，这是天意啦！你也毋免想去看心，我相信以你的聪明甲智慧，准做无啥日子，你嘛一定会当练成武功的最高境界。多谢将军的恩，我练功毋是为着我家己，我是希望早一日会当替将军完成护国大业。多谢多谢，无事在人，成事在天啊！咱哪有尽力去做，安尼就好啊嘛。将军，启禀将军，无从最近伫旁边发现一件真奇怪的代志。什么代志？听讲这附近老百姓拢咧探听这八甲经医。八甲经医，是啊，嘛毋知为倒位来的消息，听讲这八甲经医会当解一切的灾厄，但这老百姓嘛拢足相信的，所以世界拢咧探听这八甲经医的下落。你去探听，这消息到底对倒传来？是。是安怎有人突然间提起八甲经医？八甲经医是我对师兄遐手来，这是阮师门的信物。照你讲，外人应该唔知影这项宝物。啊，不过师兄已经死啊，哪有人搁会提起八甲经医？敢讲无可能？段情已经死了，绝对无可能是。若是伊，搁会是啥？空空大叔，空空大叔，奇怪，哪会无人啊？敢是出去啊？酒也空空空啊，烧也空空空啊，阿弥陀佛，财也空空空啊。气也空空空啊！人缘空空，腹肚圆空空，要。李胖，你讲的空空大叔是毋是伊？系啊系啊。小姐，你看，伊有和早期夫人的师兄段情相无？段情师傅啊？当然唔是啊，段情师傅一定是啊。嘛对啦，有得卡，只是洗啦是尔。嘿，这位姑娘，来恁两个比较起来吼，你3 kg 肉，你需要食，要无？
我唔免啦，大叔你请用啊。空空大叔，我听人讲你敢若身先在世，会当解决足侪问题，所以我今日来有一个问题是要请教你，请你给我一个指点。原来你有烦恼哦。哈哈，爱无烦恼，爱无愁，本分虽然莫强求啊。无要建议休开口，不干己事少动头，听有无？哼！小姐，什么意思啊？大叔，我有一个朋友伊失踪去啊，我想要知影伊到底伫倒位，请大叔甲我开示。要开始呢？安尼也真足听哦。王朝有兴衰，潮水有涨落，波浪有起伏，花蕊有开谢，相会有集散。男女情缘来吃集，绝吃分啊！又何必讲你找我，我找你，找到安尼哦，受气力错用要死，听有无？大叔，我知影你讲了真有道理啦。不过我真是最想要找我迄个朋友的，你甲我讲伊伫倒位好无啦？系啊，师傅啊，你也讲一个啦。阮小姐吼，足想要找到迄个人，你甲指示一下好无？哈，你这个姑娘啊吼，实在有够痴情啊！我感觉你实空空呢。哦，我紧，搁听哦。女为阴，男为阳。嘿，你若讲想讲要男女结合吼，一定要找到一个阴阳交汇之处，必有所合。如果你无找到阴阳交汇之处，一切嘛是枉然呐。阴阳交汇之处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那十句听无八句，我咧讲含要嘴大无物件人啉。我若逐句拢破天机，啥物拢讲破，你无听人咧讲，讲我一点决，讲破无价值，你嘛用头壳小想咧啊！哎，家己想，家己想哦。多谢大叔的开示。李胖，什么阴阳交汇之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伊讲的意思肯定是，小姐，人讲人死去就是阴，啊人活咧就是阳。啊，就是爱一个死去啊，一个搁活咧啊，安尼叫做阴阳相辉，对无？你点去啦！好天性也无死啊！你讲啥？好啦，好天性无死啦，无死啦。对。啊，小姐，通拄仔咱来的时阵，迄后壁迄花园遐，迄涂骹有一个太极的图，啊，太极毋是代表阴阳相辉安尼啊，对无？李胖，你哪只叫啦？行。来无烧酒，去无烧时呢。小姐，就是这。拄则空空大叔所讲的阴阳交汇之处，应该就是这个太极。啊，小姐，啊，即马要安怎？我看迄个空空大叔，确实有先找高人。伊应该袂骗人，我只要徛起哩，等时辰若到，天星就会出现啊！是安尼哦，一定是安尼，无毋对。嘿嘿，啊正月正，听到歌桥声，啊2月2老土地，3月3桃啊李啊上头担，啊4月4桃啊来李啊去。5月5，四果败家满街路；啊6月6，头家落田顺利卡；啊7月7，人经鸟照流鼻；8月8，牵豆藤满豆叶；啊9月9，大风吹甲满地口；10月10，人收冬。啊，头家请长工，啊11月年头边，家家户户人烧圆；12月换新衫来过年啊，来过年。青红兄，足久无见呢，啊你敢有想我？
美芳姑娘，万里啊，万里，你伫遐创啥啦？你找所有关系，你哪会钓到啊？袂到啊啦，头家卡当甲摕来我啦，其他要创啊？我想要吐啦。我嘛无解好。郑红呀，哎呦，遮久无看，你的身体哪会变那歹啦？想要吐，歹势，拢是美芳无伫你的身躯边照顾你，歹势啦。美芳姑娘，感谢你关心我吼，你手唔通安尼啦吼，多谢。哎呦，郑红呀，啊，拢是第一遍啊，你惊啥啦？歹势。唔通安尼起脚动手啦吼，唔通安尼啦，唔通安尼啦吼。小姐，大小姐，你的面色哪遮歹看？恁拢散会啊，我要徛伫遮。徛遮创啥啊？恁两个会当甲我控阮小姐无？伊徛伫遮2天1暝啊呢。 2天1暝，遮久哦？对啊，阮来找迄个空空大师，伊讲要找何公主吼，就遐伫迄阴阳交汇的所在，何公主会出现啊。所以小姐就一直徛伫遮咧等啊。只要我有信心，就一定会当讲同天地，天星就会出现啊。安怎才讲呢？美女，我去找段情书，结果看到高雄大因查囝离遐呢。讲，你去遐创啥？没有啊，慧敏敢若是去问天星的下落，也毋过段医师甲指点了后，伊就徛伫一个太极中，听讲已经徛2天啊呢。太极，那是阴阳组合理性。太极的中，就是阴阳交汇之处。千里顺风，赶紧去找阴阳交汇的所在，若是有发现，倒转来通报。是，等下，千万唔通轻举妄动。阮知影。昨昏叫云副长去探听消息，哪会到即摆未转来？我想几暝，这个人一定知影百劫经义的秘密。将军，你在想啥？唉，我是咧想讲，慧敏昨暗安尼规暝拢无转来，到底是去倒位啊？实在有影使人担心。将军，慧敏遮尔大汉啊，伊阁有美芳甲伊斗阵，袂有代志啦。啊，毋过你拢将军，免烦恼啦，规个百州城，谁毋知影慧敏是你的掌上明珠，无人敢对伊安怎啦。将军，叫你查的代志，查了安怎？客边说机会哩，部长已经查到啊。传这北角金米消息的人，是一个叫做空空大师的书记啦。书记啦，空空大师。已经查到啊，还阁毋去将人带转来？是。等下，将军，我感觉这件代志无这么简单。哦，啊那你看应该都要安怎做？我要亲身行一撮，看这位空空大师到底是什么人。启明将军，说机会哩，就是这。这真平常的草厝啊嘛。四个查看卖，看有啥物线索。是。将军，说机会哩，你看。我看这是普通的插队尔嘛。不是，这是空空大师给咱的暗示。暗示？你感觉咧？煞唔知影，伊要叫咱隐晦小查。哦。
是死你的意思。真正有够空。书记夫人，刚讲你已经知影这四个字的意思。恁敢看袂出来？这四字的意思，想要知影答案，煞记爱因火焚身。看，这个空空大师竟然敢叫你因火焚身。事到如今，想要知影结果，我嘛爱冒险。哦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我袂用互你去冒这款险。唉，管你去什么空空大师，唔免甲踮遮浪费时间，无见着面嘛无要紧啊，咱转来去。将军，我知影你关心我，惊我有意外。啊，毋过你唔通袂记，我有高深的法术，无人会当甲我比。这小小的把戏，我才无咧惊。而且迄个空空大师来历不明，咱一定要先了解，伊到底是敌人，还是朋友。请你放心，就互我试看卖。你讲了是有道理。好，你小心试看卖，我要看这个空空到底是咧变什么梦。顺利。你要紧，我无代志。奇怪，我已经照伊的意思做，哪无看到空空伊本人？敢会是伊挑工咧甲恁创治？大将军，书记夫人，请看。空空大师，你处处为难，怎啊伊阁出什么难题？你来挑战阮？敢讲爱甲烧茶的意思共款，将水挂伫树仔顶头。讲是咱全部方向。嘿，你看，你看，青衫蓝水，这空空大师真正是欺人太甚。空空大师，你处处为难，连面叫雪姬阴火自焚，连面叫雪姬青衫蓝水，可。红颜像孤芳，寂无听孤单窗，伊我点。你处处为难，连面叫雪姬阴火自焚，连面叫雪姬青衫蓝水，可。好，既然安尼，我愈想要看卖，这空空大师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杨好，我就知。将水淋在我的身躯，书记夫人，这叫你做就做。是。
去，杀去！小姐，司机，跳啊！我倒了呀！哎呦，这么辛苦，早知了不爱带你来找公公大叔啊啦！小姐，我听到迄个公公大叔根本就是咧骗人的呢，害咱踮咧徛遐久。就算讲公公大叔是要骗我，嘛无要紧，我阿天公袂知影，我对天生的感情是遐尼简单就放弃。我阿天公要保庇天生较早会当出现。酒呀空呀，情呀了。唉，一笑两笑，官员拢着；一寸两寸，百姓歹食困呐，听有无？公公大叔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知影，公公大叔的意思是讲，做官员老百姓较苦，所以爱我这个大小姐才一点仔苦。袂歹，十句好佳哉，还佫听有一句，是。小姐，你要坐你啊，小姐，你上坐南遐困一下啦，小姐，来。公公大叔啊！哎呦！等，莫乌白叫，好佳哉，咱了无几个人，迄若有跋筊人的所在，尽量莫讲大师，我人听较虚伪了。公公大叔，什么时阵啊？你搁讲双笑？大叔啊，你咪叫阮踮在英勇高飞的所在吼，徛踮遮何公主就会出现，阮小姐已经徛遐久啊，可何公主拢无出现啦。都无烧咧，我明明讲过。女为阴，男为阳；死为阴，生为阳；乌鸦为阴，白昼为阳。包括太极，只不过是大自然万物阴阳的一个小部分尔。恁大句拢听无，要哪怪我啦？我当时叫恁徛咧遮等。所以咪即个太极哦。阮这2工面拢白做工的，你即个吼真正敢出一支嘴害死人啊！你讲遐济，对一句是真的，对一句是假，我哪会知啦？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只要有诚心，自有慧根，听有无？诚心就有慧根。天知地知，歹势，你上大苦，所以唔知。我想到要来跟我祷告，来，这摆真的啦，紧的啦，紧来。我看你小姐这么有诚意吼，这么痴情，老实讲，我就有感动。好，大小送你一点仔小小的礼物。小礼物。小姐，公公大叔吼，讲要送咱一个小礼物呢。大叔，你是啥物礼物啦？你嘛即时出去草厝外口，遍地分享。草厝外口。阿弥陀佛。小慧，这是要安怎？边跳讲我紧！是。你别讲泡袂好，这是要安怎办较好啊？哎呀！阿爹啊！慧敏，你昨几暝是走倒去，我是个啦，人都有代志啊。
竟然呢？这个空空大师哦，实在是有够苦。免关系啊啦，上！煞惊哦，今仔日，迄个空空大师阁真厉害。小姐，这就叫做恶马有人骑。小姐，他这阵较紧选啦，啊无等下将军哦会生气啦。等，咱先等下将军哦休困。小姐，你要紧袂？我拄才用落咧，来找兵的时阵，伊伤着，好严重。小姐，这个小姐给等去啦。回府是。苏长，你看，这应该就是段秘书讲阴阳交汇的所在。哇，来看卖，这摆啦。有啥问题无？有啥感觉无？真奇怪，一定有问题啦。问题哦，咱再研究一下再过来啦。真理的啊，这是民主问题呢。咱伫天界是大将军，将来是要做顺通老君，千里老君。请。紧的啦。哇，少年啊，少年，敢有遮寒？你咧吹咧？天星啊！天星，真正是天星嘞！有天嘞！哦，天公听五人，你看，我硬给你拖来，咱找着啊！多谢。啊，不过，啥拢袂叮当啊？这，刚刚。有亏啦，有亏！你莫甲我惊啦！伊也无死，当然嘛是有亏。无啦，我意思听到喊大声，看伊的精神，不过一点仔都无反应呢。莫叮啦！哇，你看伊坐这么正，应该是伫咧善定。哎呦，你看心心合一，应该是咧修炼啦。修炼？修炼啥武功？我毋是以后要哪会知啦。也毋过吼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应该是咧修炼真厉害武功哦。那个差。哎，莫怪啦，就是你右边当咧修炼哦。进前咱要找的时阵，我看袂到，你嘛听袂到。对。啊，叫起来好啊！来，天星，莫吵啦，甲叫起来要创啥？有啦，我送你修炼吼，莫离右边当啦，来妈祖庙，啊万一哦，你有啥物大伤，娘娘嘛会当来医治啊，对无？哎，天星哥，点去！你口声声拢咧讲公主的话，你敢袂记的？你袂记的？我甲你讲，公主甲咱讲啥？讲咱不管发生啥物代志，紧转去甲报告，千万唔通匆忙。哎，天星，你等下等下，我要讲公主报告，你要出啥物物件，我就免打你啦吼。你看。阿爹。小莲。阿爹，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庆荣兄甲万里兄知影天星伫倒啊。有影，伫倒。我无清楚，我敢若知影林公主甲因做伙去找啊，希望他顺利甲天星找回来。我要紧啦，既然知影天星伫倒，就表示讲伊还阁平安的，你会放心啊，吼。是啊，啊，不过唔知是安怎，我的心就是无得静落来。这就表示讲你想要关心天星啊，你已经甲伊当作是一家人同款，所以对伊的代志才特别看心。这几天为着天星的代志，我烦恼到袂食袂困。即马知影林公主要去带天星回来，我都放心啊。
希望天生回来了后，阮会当恢复以前的感情，永远莫搁分开啊。望眼像孤帆寂无定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花。 是啊，对，先生哦，在个内底，莫无去啊，再看嘛，再看嘛，再看嘛。哎呦，先生，先生，牛，真实的啊！我点仔甲顺风来到这哦，先生在这个所在伫修炼呢。 先啊，无看伊啦。是啊，这牛，阮知影普通时啊，你不爱互阮用神通，也毋过即马这个时阵，敢会使互阮用神通啊？坐看卖。天生若是有心要迷起来，根本就袂互你找着。我咧烦恼的是，过2天，魔女良子就会出土。假使讲天生，甲魔女良子会当顺利结合。 变做灵王，灵王，咁我咱目睭今日看天生变做灵王来危害世间。只要伊若莫甲魔女良子合而为一，那呢，就要成就伊的梦想。阿娘，怀孕。阿兄，你是走去倒啦？外英4月拢找你无？ 啊！你身躯敢毋是有受伤？阿娘替你足烦恼，你知影无？是啊，阿娘烦恼甲白食白困。你哦，走几倒位啊？嘛无讲一声，真正是不应该啦。阿娘，是我唔好，互你烦恼。伊讲你安尼向阳做你走，然后一点仔消息拢无。阿娘想讲，从今以后，早拢看无你啊。阿娘。 你讲我是有要紧的代志去办，我唔才会无甲你讲，我就走啊。阿娘，你放心，以后我袂搁安尼做。以后唔通互阿娘烦恼啊。来，阿娘，遐坐啦。阿娘，我请你食饭，好无？ 以后若有任何代志，我要先甲阿娘讲一声。我知影，对啦，阿娘，我有代志要甲阿娘讲。什么代志？阿娘，我想讲要甲秀莲成亲。阿兄，你要娶秀莲哦？敢真实的？啊，你有甲伊讲过？我想讲先等下甲阿娘讲。 戆囡仔，秀莲这尔好的姑娘，我早就希望哦，你紧甲带倒转来啊！那你讲，阿娘你是答应啊？啊，你准备当时？阿娘，我想讲哦，就点在明仔载。明仔载？这尔紧？啊，你拄我倒来啊？是讲，你敢有甲秀莲讲？而且。 咱嘛应该爱尊重阿姨婿意见。是啊，就算人同意，嘛免遮着急啦。啊，搁有骗金的代志啊，要安怎处理？骗金的代志，阿娘，这骗金的代志，我着看阿姨婿伊要安怎处理，我会尽力去传啦。好啦，安尼嘛好啦，只要恁少年人小意爱，阿娘无意见。 是讲，恁明仔载就要去养娶啊！啊，今仔日唔着去甲秀莲甲阿姨婿将代志讲好好势才会用的。阿娘，我来去。你去敢好？阿娘，互我英去好啦。好啦，啊那安尼，你紧去。华英，这件代志交互你后。无问题，交互我。
讲啥？天心要跟我成亲，而且都决定伫明仔载。是啊，我阿兄佫叫我问你，看你敢有愿意嫁予伊？乌白来，真正是乌白来。成亲是人生大事呢，也毋是咧办公会啊，哪会遐赶紧啊？天生咱就赶到明仔载要成亲呢。我阿兄的意思是讲，伊甲秀莲是识嘛足久啊，既然有心做伙，就紧甲婚事办办。双方是大人，嘛较安心。话是安尼讲无毋对，也毋过，婚姻大事，迄是关系世人呢，敢毋是应该较慎重的？哪会用遮尔凊彩啊？不会啦，我阿娘讲，会用娶到秀莲遮尔好的媳妇，是我阿兄顶世人烧好香。我阿娘嘛爱我问阿二婿关系聘金的代志。若是聘金哦，我认为并无重要。虽然婚姻大事是爱双方是大人来决定，也毋过，我感觉嘛是爱看秀莲敢有啥物意见无。秀莲，那安尼，即马就看你的意思哦。啊，你敢愿意结合我阿兄迄个公大代？哎呀，秀莲，你嘛讲一句话啊，白也是白，一句话尔，敢有遮困难？你若唔紧决定哦，我哪知影要共款叫你秀莲，也是要改喙叫你一声大嫂。万一你莫甲我欺人啊！我哪有咧家己欺人？我是讲老实话啊。你若是嫁予我阿兄，我当然就要叫你一声大嫂啊。若无，你家己讲啊。你要我叫你秀莲，也是爱叫你大嫂。秀莲，婚姻是关系到你一世人的代志，你家己得要考虑清楚。也毋过，阿爹认为天生是一个真好的对象，伊不只是一个有担当的查甫囝，而且对你阁用情真深。既然你都已经决定非天生唔嫁，那安尼何必着搁避事惊歹势啊？是啊，秀莲，你紧甲我讲啦，好不？你无讲话，就表示你答应哦。足好诶，足好诶。那安尼，我就紧转去，甲阮阿娘、甲阿兄讲这个好消息，伊一定足欢喜的。啊，秀莲，啊，唔对唔对，应该是大嫂才对。阿二婿，我先来转。好。嘿，回应，这么晚，你来妈做表？你来偷看看吼。哦。看你，几只来看你咧？啊，好啦好啦，我还有代志，要赶紧转去。林家才甲你讲哈，再会。李公子，请好。我就是缘投啊，而且歹势甲我讲话。哇，观音咧这尔啊欢喜吼！阿二仔，阿秀莲，阿是发生啥物代志？你拢这尔啊欢喜啊？啊，就阮要办喜事啊啦。阿二仔，你讲你要办喜事？是啊，啊，就秀莲要成亲啊啦，要请恁食喜酒，吼。啊，秀莲要嫁啊？啊，是要嫁啥物人啊？啊，咱天生啊无啥，而且明仔载就要成亲啊。娘娘啊，天生一定有问题啦！毋是失踪几啊天，就是一转来就要成亲，要娶秀莲，明仔载就要娶，这个条件一定有问题嘛！对啦，娘娘，这到底要安怎处理？敢有需要做动？
即摆大家根本还阁唔知影天星就是龙王转世，假使讲咱会主动这个婚事，大家一定对咱袂了解。娘娘，咱敢真正无爱管？这是秀莲一世人的幸福呢。对啊，秀莲姑娘命运已经这样坎坷啊，何况这摆到天星这边感情，哇，可贵自然亦可怜哦。问题是，咱根本就无了解天星的模式到底有几分，嘛唔知影真正娶秀莲的目的是啥物，所以，我会去找天星。天星，明仔载你就要成亲啊！成亲以后，就算是大人啊。安尼希望你爱好好照顾你家己的家庭，爱真心对秀莲，千万袂用辜负啦。娘，我知影。阿二婿甲秀莲知影咱兜的情形，拢无去受咱兜的骗的。这个心意，咱永远拢爱记。安尼忝啊，你先来休困。好。天星，林公主，是你啊？我听讲你倒转来啊，所以专工来看你。林公主，多谢你的关心。应该讲多谢的人是我。你为着真正的误会，所以牺牲你家己来救我，多谢你。林公主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进前你为着要救我甲清风跳落去化骨游池，我深深互你感动着。搁再讲，你嘛捌讲过啊，人生在世，本底就是要有大爱精神，有付出，不求回报。那安尼人生过得较有意义，嘛咱过得欢喜自在。我会安尼做，拢是受到你的影响啊。迄是因为你的悟性真悬。其实人甲人之间，若会当互相敬爱、自救救人，这嘛算讲是一种圆满。安尼林公主今日来关心我，来看我，这当讲是人言、事言、礼言，欲夺功德，不讲自显。天星，你竟然有法度体我甲遮尔深啊！林公主，我经过生离死别，经过劫难，我竟然会当平安归来，所以我对人生的意义体会就更加无同款啦。林公主，来，请坐。天星，进前我听外英讲，你死里复生，所以专工赶来要看你。也毋过我来的时阵，你就已经走啊。这一摆，你雄雄转来，讲要甲秀莲成亲，而且日子阁定伫迄边仔载。天星，你是毋是应甲我讲，为什么你想要安尼做？林公主，所有人拢知影我甲秀莲互相意爱。再讲，我嘛要赶紧互秀莲一个名分。大家拢知影恁两个是真心相爱。假使讲恁若是有圆满的结局，我相信大家拢会祝福。也毋过天星，假使讲恁若有啥物苦衷，或者是无法度解决的问题，人讲一人主张，毋担两人思念。你若有甲阮当作是朋友，有啥物问题做你讲出来，阮大家替你想办法。无啦，林公主，你够才艺啊！这男欢女爱，本底就是要互相结合啦，而且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敢毋是呢？虽然天星讲，伊是因为爱秀莲，才会想要赶紧成亲，也毋过看会出来，伊并无讲真心话。希望秀莲对天星的爱，会当有天星善良的迄一面，战胜龙王的魔性。天星，既然你已经决定啊，我会祝福你。秀莲是一个秀国会中的查某囡仔，伊用讲对你是深情无悔，你要好好疼惜伊，照顾伊。林公主，我知影。
那安尼我就无交了啊。小莲，你咧想啥？阿爹，我是咧想，明仔载就申请，敢会伤赶紧？人讲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尤其你甲天生感情这么好，伫这个乱世，恁赶紧家千事万办的，阿爹嘛较放心嘛。只是成亲了后，你就是好家的新妇啊。查某人的三从四德，一定要遵守，知影无？阿爹，查某囝知影，三从就是在家将父，出嫁将夫，夫亡将子；四德就是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讲，查某囝会谨记在心。安尼就好。秀莲，阿爹就干那你这个查某囝，虽然一般人有重男轻女的观念，也毋过阿爹从来就唔安尼想过。阿爹甲恁两个人，拢当作是我上重要的宝贝。今摆你要出嫁啊，阿爹实在是做唔甘的。也毋过，看到你能找到一个好归宿，阿爹替你真欢喜。你明仔载就要出嫁啊，煞我想起着恁阿娘，假使因还还阁伫的，毋知有偌好咧。可惜啊，伊无迄口气，看到这一天。伊若是能看到你嫁到一个好翁婿，一定足欢喜的。明仔载你成亲了后，我对恁阿娘嘛会用有一个交代啊。明夏，你敢知影？恁查某囝秀莲，明仔载就要成亲啊！希望你会在天之灵，保庇幸福美满，保庇个翁婿能疼惜伊、照顾伊，两个人能白头偕老。阿爹，明仔载我嫁出去了后，我就无法度伫你身躯边照顾你，你就要照顾你家己。早暗天气较寒，你都要加穿一领衫。你的手无方便，有啥物代志，你就叫行去做，莫伤过辛苦。囡仔，你莫烦恼阿爹啦。阿爹有法度甲恁请养大汉，敢讲我无法度照顾家己是？哎，好啊，真难啊！这个亲事决定了先赶紧，明仔透早咱阁有足多代志要办的，紧来困哈。我真是要甲天星申请啊！虽然其中有淡薄波折，啊，不过最后也是有圆满的结局。希望我申请了后，会当幸福美满，白头偕老，永远都袂分开。感觉安怎？有较好无？
多谢将军的关心，我受烈火寒冰之苦，外伤已经用西藏万年七彩水整治好，不过内伤复原了真慢，这一定是迄个空空大师早就设好的圈套，超工要甲我创治。哼，若是互我抓到这个空空大师，我一定袂放伊煞。我一直咧想讲，这个空空大师所做的一切，敢若拢针对你，你敢会敢有熟悉？我嘛是安尼想，出家人百劫金衣、烈火、寒冰，较使我约了无毋对。这个空空大师一定甲阮师兄断情有关系。这敢有可能？恁师兄毋是已经忍受不了烈火焚身的痛苦，跳入去寒潭内面死啊？讲是安尼讲啊，啊，毋过到即马还没看到伊的尸体，临怀着拢会当起死回生，而且阮师兄阁是一个有修行的出家人，可惜咱无亲目睭看到空空本人，阁去互伊创治，假使阮师兄无死，恐惊伊早晚会转来报仇。伊若正经敢来，你我两人联手，叫伊用行入来用倒会出去。慧敏，阿弟啊，哦，你要出去做？我想讲，即摆大外国的兵马已经撤退啊，我想要去做大尔。哦，你吧，行。慧敏，等下，昨昏你去草树厅创啥？你有看到一位空空大师无？是啊，迄个空空大师生做安怎？家己仔讲。空空大师伊将军夫人，哪有啥物空空大师啊？阮去的时阵吼，遐个破，个乱，啥物拢无，嘛无人啦。小姐，你讲对无？无人。杨副将哪会讲空空大师伫遐？你问我问啥啊？阿爹，人要出去啊，我若想要转来哦，就无好啊。哎呀，好啦好啦好啦，紧去紧转来，紧去紧转来。哎，我找一个人保护你哦。免啊免啊免啊，你吧，行。杨虎，大将军，你今晚马上加带一寡人去将迄个空空大师给抓倒来。是。等下，将军，咱即马也毋知影伊到底是敌人也是朋友，伊的目的到底是要创啥？先莫甲伊去冲突，等代志查好清楚，才搁拍算。那安尼，啊无就先照你所言。杨虎，夫人，你即马就去找空空大师，讲将军久仰大名，要邀请伊来将军府奉礼，有要事请教。会记，一定爱客气，不可冒犯，知无？是，部长了解，部长即时就来。我已经无法度控制我家己啊！代志若是继续安尼发展落去，我一定会伤害到我身躯边所有疼惜我的人。我要回头，我要转去较早的我要讲安宁、我英、秀莲，过着平安、幸福、快乐的日子。妈祖婆，我求你保庇我，帮助我，除掉我心内的迷障。天星，
你袂当入去。你这只妖怪，你又该出现了！吴天星，你就要变做真正灵王，以后嘛变做魔界至尊，你唔通阁三心两意，啊若无讲开开，后悔莫及啊！我袂听，我袂听，我家己良知，我袂做灵王。我跟你讲，我袂变做魔界至尊，我袂变魔界至尊害人，我要做平凡人，我要过着平凡日子。吴天星，你已经开始咧修炼，所以你这阵已经不是平凡的人，你是灵王，你是灵王。较早你就甲妈祖势不两立，所以妈祖为了正义，无用阮灵王的元神之力，赶紧放弃，赶紧放弃你的想法。妖怪，妖怪。天星，李公主，昨暝你来找我，其实我有真侪话想要对你讲，也毋过我无讲。拄则我想讲要入去找你，也毋过真奇怪，有一股力量甲我进出，我无法度行入去。天星，因为你体内还阁有龙王的魔性存在。李公主，你已经知影？我早就看得出来你有真侪心事。昨暗我去问你，你有阁唔肯讲。你敢知影？这话若是无讲出来，无形中伫你的心肝内，都会造成一个结。心结是无法度遐尼紧就化解，只有是定性存心，自然无事。安尼，林公主，我要安怎做，甲人做到定性存心？唔免看念，唔免着急，专心放心向前，功德自然成。德自然成，功德自然成。那你讲，我唔就真正变做魔王啊？若入魔界，将来一定危害众生，这要哪有算是功德？我是爱你专心一志，入佛门正道。林公主的意思是，叫我专心行佛门正道，才能消除我的业障。对。此美万世不复，顿悟刹那清净，正心正意真修，就会当灭尽前世的罪孽。也毋过林公主，我嘛足想要修，足想要倒转去佛门正道，我足想要消除我前世的罪孽。也毋过，迄只邪魔已经附身伫我的身上，把我的心拢占掉的。伊伫咧鼓吹我、煽动我，叫我着要赶紧修炼，变做是邪魔灵王啊！公主，我的良知一直咧流失，一直咧流失。我总烦恼讲，我总有一天我会变做是邪魔，我毋知我要安怎做。公主，天星，你唔通惊吓。学佛入正道，道心不可断，道心断，明灯暗，智慧深。你要坚持正道，千万唔通有外境灭掉你心中的明灯。可怜公主，你的邪魔已经把我的心拢占掉的，我的心内敢若还有明灯。你有一个慈祥的阿娘，你有一个单纯的小妹，你还阁有一个真心伫咧爱伊啊！你啊，我用，还有修炼，因拢是你心中的明灯。只要你好好珍惜这份亲情甲爱，那呢，你的明灯都袂灭掉，道心都袂动，自然你就方向化解，功德自然成。那呢，我敢会当消除我的性命。望眼像孤芳小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
安尼，我敢袂当消除我的性命？虽然讲电击不可传，也毋过只要坚定道心，去努力前进。天生，我真是希望你会敢把心肝头迄个结抛开，用你的善良、毅力，将无可能变做有可能。为恁阿娘，为恁小妹、秀莲，甚至是你家己，你一定要努力。我知影，林公主。今日感谢林公主的开破，我一定会努力行正道，消除我的罪孽。林公主，那呢，我先告辞。学佛立正道，道心不可断。道心断，明灯暗，智慧深。你要坚持正道，千万唔通有外境灭掉你心中的明灯。你的声无一定把我的心拢占掉的，我的心内感觉还有明灯。你有一个慈祥的阿娘，你有一个单纯的小妹，你还有一个真心伫咧爱你的人。我已经有几多工，无吸着壮男的勇气啊！我敢若搁惨的落，敢若搁坎的落，不用，我袂当谈什么讲，袂当谈什么讲，我袂当做魔改的哦。不用，我做回天性，我会做回天性，别搞我安尼啊！我用秀莲。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对，只要有坚定的信心，我就会当改变一切。对，坚定的信心，就会当改变一切。出现啊！若是魔力龙珠出现，甲我合二为一，到时阵我就会当称霸天下。不管是人间也是魔界，或者是世间万物，拢要尊称我魔界大帝，听我号令，为我效忠。我真是希望你会当把心肝头迄个结抛开，用你的善良、毅力，将无可能变做有可能。为恁阿娘，为恁小妹、秀莲，甚至是你家己，你一定要努力。我愿，我袂愿变做魔界的人。我袂愿。我愿，秀莲，我要甲恁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我一定要甲恁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我若变做魔界灵王，是要安怎伫阿娘身躯边友好伊？到时阵，阿娘一定会因为我行入魔道，会真心疼。袂用的，我袂当这样不好，我袂当做一个天理不容的人。袂用的，
绝对袂用，绝对袂用的，绝对袂，绝对袂，绝对袂。5年留主由我来做的，那安尼，就互我来甲毁灭。 娘娘，你看，天顶的魔将一魂已经无起来呢。那安尼，啊毋着天下太平啊，无代志啊。只要天星抑阁是天星，龙王就袂阁再出现。那安尼讲，对天下苍生嘛是好事情。我一定要甲你毁灭掉。 吴天星，变做灵王是你这世上命，啊若无你早就死啊！你若是一再进迷不悟，放弃这么好的机会，无要做正和灵王，要做平凡人，那安尼你这世人绝对无好下场，因为你这世人注定变做无名之人。你这个妖怪，你这个妖怪要出现啦！我跟你讲，我绝对无要听你的，我绝对无要听你的。我要做何天星，我要做何天星，我无要听你的。变做灵王是你这世上命，变做灵王是我这世上命，是我这世上命。袂用，袂用，我绝对袂当听这只妖怪的话，绝对袂用，绝对袂用，袂用，袂用。吴天星。 变做灵王是你这世上命。吴天星，你莫阁抵抗啊！变做灵王是你这世上命。 你若是愈抵抗，你就愈痛苦。莫阁抵抗啊！莫阁抵抗啊！灵王，我是真的灵王，我是真的灵王。唔对，我是真的灵王，这是我这世上的，已经无多改变。我注定要做真的灵王。 那边安尼啊，那边安尼啊！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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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，变到安尼，讲讲流氓的模式已经正入天上善良啊！啊，若像天星变做灵王，等下人世间，到时阵百姓就还阁吃苦啊！你还甲主动啊！虽然龙王出世。 也毋过，伊必须要甲魔女龙珠两者合力为营，
才会互伊社会本性。梁子，准啊，甲梁子毁掉，行行。等一下，你唔通冲动行事。模拟良子必须要浴血才会当重生，浴血重生了，模拟良子才会当转化良王。假使讲恁两个若是冲动行事去压制，就亲像风水，你甲围起来，敢若会互伊搁较大的力量，造成搁较大的损害。而且你即摆若去，敢若会伤害到天性。红颜树，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。就亲像风水，你甲围起来，敢若会互伊搁较大的力量，造成搁较大的损害。而且你即摆若去，敢若会伤害到天性。万事无强，嘛无多偏，只有静心利益，顺势做人，才会避免两败俱伤。讲是无唔对啦，啊，毋过明知创伤有痛苦，啊，遮尔可怜，咱无法度去斗相共，但万一看代志发生，这我袂当的，我修养无遮尔好啦，我要来。陈毅，你莫遮尔匆忙啦，你想看觅，娘娘遮尔慈悲，不忍重新受苦，咱缀伫娘娘的身躯边，咱来护娘娘啊！你遮尔匆忙，若伤害到天性是要安怎？啊？爱记娘娘讲过，一步错，万步错，一步错，万步错。是唔讲，这修养也是比较较好。阿医生啊，你叫查囝呢？是啊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！多谢多谢，会记来我请啦，哈。系啦系啦。好。迄个毋是段情师傅，段情师傅，段情师傅，真正是你哦，你无死啊？我若死，啊我就是鬼啊！啊你日头赤下，我看会到鬼，啊我毋着垃圾鬼、太空鬼、卡卡鬼。啊，歹势啦，我毋是迄个意思啦，我是想袂到讲佫会用看到你啊，我是足欢喜的啊。欢喜是你的欢喜，见面就讲我死，你看我敢会欢喜？段情师傅，你要倒啊？段情师傅啊？断情，我甲你绝情嘞，啥是断情啊？你啊，我啊，借问你又搁是啥？你袂记啊？我阿二婿啊，咱是好朋友啊。好朋友。是啊，好朋友。好朋友，你听清楚哈。空空非断情，断情非空空，空空也非空空，断情也非断情，了解无？段情师傅啊，你莫甲我创治啦！之前我就是讲，你已经壮心面千笑含谈啊，想袂到你竟然无死，而且精神这么好，身体阁这么勇健，我实在替你足欢喜的呢。也毋过，你嘛真正有影呢，啊既然无死，嘛应该来找我，害我替你烦恼一困。空空啊，空空，我看咱两个病空。天公伯下保庇啊！我就知影你这个人好心一定有好报的。想当初你跋咧寒潭的时阵，我阁怨愤天公伯也无公平，想袂到你竟然阁出现伫我面头前。这摆啊，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你这个救命恩人啊！哎呦，空空啊，空空，我看你比我较空呢，你认着人尔啦。段情师傅，啊你敢是咧甲我讲耍笑？你敢袂记啊？当初我互人十2手骨跋落去断崖的时阵，是你甲我救的啊！嘛是你陪我去甲舍利子找回来啊！啊，空空啦，情既然断，何事断？啊，甲毋免断情，就叫做空空啊！啊，叫我空空，嘿，万事拢会通啊！好啦好啦，随在你啦。你要叫段情师傅也好，要叫空空大师嘛会用的，非得无论安怎。今仔下晡，
阮查某囝秀莲要甲天星成亲啊，英含你一定爱食喜酒呢，吼。啊？有喜酒通食？是啊是啊，天星甲秀莲要结成好姻缘，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会安排大位互你坐，唔通袂记的，一定爱来呢，吼。好姻缘。天星甲秀莲会是好姻缘哦。歹讲哦。段正师傅啊，啊你哪安尼讲啊？我问你咧吼，国家敢会用娶阿母？你安尼讲是啥物意思？意思就是讲阿母若嫁予国家，就拢乱去啊啦。是讲无要紧，有喜酒通食吼。我就算无用，我嘛会半价过。但是歹势，我即摆有代志，切了。段正师傅，爱会记的呢，一定爱来哦。段正师傅哪会变甲空空？啊，我规个头壳拢糊。来才过半步，一人影都无看到。来呀，空空空啊，去呀，空啊！歹势，我捡着经。当然。请问，你敢就是空空大师？我空空，大师，空空，空空，我是空空，我比凡人搁较空，啊，凡人都咧空啊，啊，毋过真正空呢。啊，你到底是毋是空空大师啦？哎呀，你若欢喜就是，无欢喜就毋是，欢喜就好啦。我看你讲话安尼空空糊糊，我看你就是空空大师哦。凊彩。我叫杨好啦。我是叫方达大将军身躯边的副将，奉着大将军甲帅气夫人的命令前来找你的。因两个感觉你是一个得道的高人，想要哦，请你将军府坐坐。将军府会当借问，迄将军府内底敢有渔夫甲马夫，还是专门咧杀人放火之夫，野刀野枪咧相赌？啊！大将军邀请你来将军府坐坐，这是你莫大的光荣呢。你啊！唔通叫这种家伙对我来。哎呦，你嘛害我去受惊呢！我甲你讲哦，我空空哦，什么拢唔惊。啊，尤其哦，敢若惊一种查某人，就是生了水水、心肝垃圾鬼的迄种。啊，若像你这种土匪吼，我唔惊，我唔惊歹人，唔惊鬼。大叔啊，请你哦，要查我来将军一抓啦，若无我转去哦，甲将军歹交代啦。我，拜托你啦！我，拜托你啦！敢若我？好啊，你先搞伊人嘛！抓袂着，抓袂着！操我手！拄袂着，拄袂着，拄袂着！啊，拄着啊！啊！歹势，拄无着！大叔啊，我甲你拜托你啦，你哦一定跟我转去将军府一抓啦，若无我转去甲将军哦，真正是歹交代的啦。你这人真正会死的我咧，抓袂着人，啊拍袂着人，用跪的，啊无要跪我陪你跪，安尼我敢若咧拜天公咧，啊？好啦，啊我看你都遮尔有诚意，贵气啦，我甲你讲老实话，永暗吼，我会去食一场喜酒啦。只不过是去食喜酒尔，敢有比去将军府较重要的哦？重要咯，因暗这场喜酒吼，迄个男主角毋是普通人呢，伊根本都毋是人。红颜树高旁小无听孤单。马祖娘娘，多谢你的保庇，互天星平安回来，也互阮的感情会当开花结果。今仔日是我甲天星申请拜堂的日子，希望马祖娘娘会当继续保庇，互我甲天星会当永远幸福。你去甲伊讲啦，有啦，甲听你的话，你去讲。讲呀，你甲伊讲有话啦，你讲啦，紧啦，讲啦。想呀，万你呀。你两个是讲啥？你讲我骗话哦？这无啦，秀莲啊，今仔日有一件代志，我一定要甲你讲。啥物代志？你讲啊？
秀莲，你听好清楚，你袂用嫁予天星啊！你是讲啥？你是创治我？秀莲啊，你敢看袂出来我真认真？中兄，你毋是讲你要甲我当做小妹，是安怎？就是我甲你当作亲小妹，所以这句话我一定要甲你讲，你绝对哦要。我来讲较紧啊！秀莲姑娘，你绝对袂当甲天星做伙，因为天星伊是真。啊，非一定哦！你要嫁人，我是足欢喜的。要嫁啥物，我也无意见，但是袂当嫁天星啊！是安怎要叫有啥物人，你拢无意见，就是袂当叫有天星。你两个是咧我白讲啥？今仔日我就要甲天星申请啊！恁管咧我白讲，我就不爱插你。哎，阿爹，阿爹，你倒来。是啊。请问万里，恁拢伫啊？我甲恁讲，我拄则伫咧外口拄着一件怪事呢。啥物代志啊？啊，就拄则我去拄着段情师傅啦。段情师傅，伊无死。那你阿爹，你敢有请伊来食我喜酒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也毋过讲到这哦，我就感觉真奇怪咧。伊伫讲哦，我认唔着人啦。讲伊毋是叫做什么段情师傅，伊叫做空空啦。啊，伊讲的话实够奇怪，我拢听无伊是咧讲啥咧。唉，奇怪，啊，伊使，啊，伊是讲啥？伊讲话足奇怪咧，伊就讲什么国家明咧娶阿母，阿母明咧嫁予国家啊，嘛是啥物意思啊？唉，阿爹，伊可能甲你滚耍笑的啦。啊，毋过伊安尼讲嘛无毋对啊，假卡哪通配做伙？呀，顺风诶，顺风诶，你空空断情师傅哦，可能知影天星就是龙王，所以无希望天星娶秀莲姑娘。你有了无毋对，我嘛是安尼想。啊，其实啊，我看吼，段情师傅根本就无希望秀莲嫁予天星啦。是啊，秀莲明嫁予天星，啊是安怎？回去就是袂当嫁。奇怪，迄天星学问好，又搁有效，伊也毋是啥物妖魔鬼怪啊，是安怎明嫁？你哪知伊毋是妖？阿爹，因两个今仔日毋知是安怎，我甲天星要申请啊，伊就一直反对。啊无啊，恁嘛讲看卖啊，是安怎恁要反对秀莲嫁予天星？啊，毋是啦，嘛毋是讲反对，啊反对嘛毋是真正反对，讲毋是嘛毋是真正毋是啊。规定吼，秀莲姑娘就是袂当嫁天星就对啊。对啦。阿爹，咱莫插伊，咱入去。好啊，我也无想要听因两个伫遮后白讲，行。秀莲姑娘，秀莲姑娘，哎，你讲伊是真好灵王，不可能讲嘛。来姐，啊，笑问题，你家叫来这要创啥？你想看觅？段情师讲国家袂当娶阿母，当然啦，我嘛知啊。咱拢知天星就是灵王，毋是普通人。敢讲咱目睭紧紧看秀莲嫁予伊？安尼秀莲一世人的幸福都去了了啊啦！咱一定爱甲主动，一定爱甲主动啦！主动，这问也是要主动。你前天遐么甲伊使拍起来，要主动，有喙讲啊无烂啊！咱袂用直接来找天星哦。喂，拜托顺风公主，我都学了你的修养比较较好呢。啊，你毋讲过，一步错万步错。啊，你找天星是要安怎解决代志？一步错，万步错，咱一步若无甲行落，真正是万步错，而且是错到底啊啦！这问，这步是对步？天星爱变做灵王，才有魔性。咱卖互伊变做灵王，安尼毋就无代志啊？卖变做灵王，咱两个当决定的哦。你都无法度，咱卖我度。哎呦，
娘娘捌讲过，这一切拢是模拟龙珠的关系。咱莫互模拟龙珠甲天星结合，安尼就真正无代志啊啦。有道理哦。这件代志要娘娘知影。等下，当然嘛爱互娘娘知影，毋是即马啦。你想看觅，咱甲任务完成了后，娘娘会学了咱巧，而且伊会非常欢喜的看咱两个讲，千里顺风，有恁两个的护法，是我这世人上荣幸的代志。所以讲，只要天生莫变做另外，所有问题拢解决。对啊。啊，真正厉害，顺龙老姑配合。你个当时嘛无遐戆嘛。是讲千里罗君啊，咱等者若拄着天星的时阵，先莫逼伊莫带手咧，知无？我知影。好。千里罗君，请。公主，天星唔知够伫哦，入来看卖啦。好佳哉，天星，好佳哉，你搁伫个无大乱说，好佳哉。那你请讲，恁两个找我，敢有啥物代志？无啥物代志啊，大家是好兄弟，阮知影你无死哦，阮足欢喜的呢。其实恁两个嘛拢知影，我是前和灵王来转世啊。这已经是无法度改变的事实，所以我今生今世拢会面对这种命运。坦白讲，我若倒转去，恁敢晓甲我当作是较早无天性？哎呦，啊天星，你千万莫安尼想哦。既然你已经知影你是灵王转世，嘛一定了解前世人的你做一件歹代志，犯了滔天大罪，所以你这世人应该弥补啊，对无？天星啊，顶世人已经过啊，这世人较重要啦。你想看觅，你厝的有上爱你的阿母外英，也搁有你上爱的秀莲，你敢有可能甲放袂记？啊？是讲，你讲的无毋对，我无法度甲因放袂记。其实，我捌想办法要甲模拟龙珠毁掉，但不过我做袂到。哎呀，你的决心无够啦。对啊，就亲像阮兄弟仔两个，就当初伫山顶，哎呦，也是危害百姓，让抢一寡金银财宝，是好佳哉呢。去为着阮公主甲阮度化，互阮感觉行医济世是一件快乐代志。所以我决定把所有歹习惯全部改掉，对阮公主继续服务百姓。对，只要决心若有够，啥物代志拢会当成功啦。天星，你拄着阮两兄弟啊，算你好运，你有救啊！阮会当哦帮助你脱离魔道，步入正道。诚实嘞，那呢，恁讲看卖，有啥物办法会当帮助我？真简单，你对我做好，好，心头了解。身体放互轻松，吐一粒大气，目睭闭起来，开始啊想哦，你想看觅吼，你脱离魔道，你甲秀莲会结婚，啊生真济囝，真济囝，搁生真济孙。哎呦，生活足快乐，足幸福的。也毋过，你若是入去魔道了，啊，秀莲逐工拢会流目屎，非常的艰苦。伊伫咧对心肝，伊不断地问天星，奈安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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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袂当伤害秀莲，袂当伤害伊。对，你安尼想对啊，天星，只要你莫做灵王，你得做好主，是尽孝道。毋过你若去变魔道，你要想看觅，恁阿娘有原影坚强寸断，你阿娘是一个存有三从四德传统好查某。敢讲你认亲，看伊好嫁，为了献媚，为了后生，
是一个为非作歹、丧尽天良大魔头是无？哈？伊毋若伤心，搁较艰苦，因为完全无面子去纪念好家历代的祖先，因为伊为伊的后生完全无遵守着忠孝仁义的家规，伊无面子去面对任何的人。天生，你甲想看卖，阿母有悔啊，敢讲你要互伊原谅？后半世人安尼一出伤悲，甲伊8年了后，哈？阿娘，阿娘嘛一定非常的艰苦，哎。阿娘，天生啊，你是当时徛起来啊？对啦，我还袂讲出来，还阁有啊，上界重要的，就是恁心爱原因啊。你要想看卖，伊遮尔尊重你，敢讲你伊的心目中，就要安尼破灭？伊一世人对你无谅解是无？是啦，天生啊，你毋通袂记得，你是一个孝子呢。伫长风上，大家拢足介意你的。你4个工斗3工，也毋过你即摆来入魔道，大家拢袂记你的好，大家拢看袂起你，你知无？青风、万里，恁两个人讲的我拢知影，我拢知影啦。我嘛足无希望我死嘛会守咧，还阁有我上界看心的阿娘伤心流目屎啊！我嘛足希望我能赶紧转去，甲因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对，我要转去，我要转去，对，我要转去。对，天生，好的方面接受我就对啊。安尼，你的决心愈来愈坚定，吼。是啦，幸福快乐拢在一念之间，只要你莫变无王，所有幸福拢是你的。对，秀莲。阿娘，慧英，我要转去，我要转去，甲恁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我要转去，我要做灵王，我要转去。林魔道做灵王，林魔道做灵王。你若做灵王，就当成就霸业，所以你一定要做灵王，你一定要做灵王。我不要做灵王，我要转去。我要转去，我要转去啊！天生，后面，天生，转去，我要做灵王，我做痛苦，我都真心是真心。天生啊，你要加油，想我卖，阿姆、慧英、秀莲，所有天下的创新，你要支持落，支持落。对，天生，坚持你的信念。你拿这些消磨啊，坚持信念，天生，坚持你的信念。对，我要战胜消磨。你们做啥？你们做啥？我要做灵王。上解好的办法，就是杀死我家己。是咧创啥？天生，前夫问你，我跟你讲，我无想要做任何灵王，我绝对要战胜这只邪魔。我袂当为了天下忠心，你知影无？我绝对袂当安尼做，你让我死，你敢袂来操死？我操死啦！莫袂来，天生，我跟你讲，咱是好兄弟啊。阮无可能看你伫阮面头前自尽，嘛无可能对你下手，你知影无？青毛，万里，我拜托你，个人的性命是小可代志，也毋过天下苍生的性命是大代志。我绝对无爱做灵王，我袂当为了天下苍生。我拜托你，饶我，饶我，梁子。我绝对袂当安尼做，万里，
得了我拜托你，我给你我上。天星，你来是来冲啥？天星，你是来冲啥啦？天星啊！天星！后遐嘛真正是，身体的时辰都要到啊，顾伫厝的好歹准备，搁规工死过走，到今嘛拢无看到人。阿英，拄则我去秀莲遐嘛无看到阿兄，唔知哦，伊到底是走去倒？阿英，阿娘，啥物代志？阿娘，你有要紧无？阿娘。要安怎？阿娘！安怎？无开啊啦！天星无开啊啦！无开啊！哎安尼，我来要甲伊斗相共，真你害着伊呢？你问我要安怎？我才问你要安怎？惨啊！娘娘若知影，因为咱冲动甲天星害死，咱就惨啊啦！是要安怎啦？姐弟。听到什么声无？声？嘿，什么声？啊，大海。哇，姐弟，迄是魔力龙珠。做重声，伊出土。对，娘娘捌讲过，魔力龙珠爱捌着火才会当重生。等到天星家己杀家己的时阵，伊的火流入去土内底，敢讲去用魔力龙珠吸收去啊？所以讲，魔力龙珠会甲天星结合。天星，你有感觉人安怎无？是啊，天星，你拄拄安尼做，有真足惊的呢。系啊，千里甲顺风。同款是无听我的话，竟然走去找天星。袂用的，我即马就要赶来去游明洞，看是毋是还佫有挽救的机会。林公主，我阿娘昏去啊！来，你落去倒。阿娘，林公主，我阿娘有要紧无？拄则伫咧摒扫的时阵，佮甲我有讲有笑，讨论我阿兄的婚事，哪知影永远都昏去啊！有囝连生，好夫人昏去，敢讲甲天星有关系？各位贵宾，今仔邀请恁来，并毋是要见证我甲秀莲姑娘的婚礼，是要互恁来见证我甲秀莲姑娘从今以后。情断义绝，永无瓜葛。你讲的敢真实嘞？天地为公，所有贵宾为证。天星，你知影你即摆咧讲啥无？你即摆是咧创啥？你即摆是咧创啥？你即摆是咧创啥？看阮母母遥望岁月流转，妈祖启示录。
唔通担心家己的负担有偌大，责任有偌重，都爱知影讲，会当磨练，才会当坚定心志，才会当变做铁汉。只有你脚步徛好在，力量才会愈来愈大。挑剔的缘投送，若通你身边已经有别人，一粒心活动，看梦想甲梦，双双对对，永远心肝遐凄凉。夜夜梦。日日思念，目眶红，三不五时珠泪甘。青春看无通，歌声烈酒热红，看阮舞步眺望岁月流转，红颜像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花的听风光，红颜像花丛见浸畔，无水重，花香自